再来看对话理解。对话理解也一样，我们可以先理解各个选项的语义，再来注意听题目，在这对话的线索里面选出正确的答案。以这题来说，选项一，那不费欠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交房租。选项二，送钱的贵，意思就是送钱给他。选项三，没得人佛，没有被人家骗。选项四，混哈缺欠，一起出钱。四个选项的意思我们都了解了，接下来我们来听这一段对话。迄老人去啊，搁险险地老子佛开。好底就现，讲得我强，那么我连武费都不立没起来。请问每主甲建筑就做不改？刚才在对话当中，女生是说，你就已经这么苦了，还差一点被骗子骗到。男生回答说，幸好有你告诉我，让我清醒，要不然的话，我连房租都缴不出来哦。请问女生帮男生做什么事情？你是会用到填的题目，就要注意听里面的关键词汇，特别是客语的特征词。比如说，嘿努辛苦啊，你就已经这么苦了，搁险险的老子佛亏，老子就是骗子，好的就很讲得爱抢，幸好有你说让我清醒，那么我连武费都拿不起来，要不然我连房租都缴不出来。请问女生帮男生做什么？我们就可以从这四个选项挑出最适当的答案。女生有帮男生拿不费钱吗？没有。女生有送钱给男生吗？也没有。女生有一起出钱缴房租吗？也没有。女生只是让男生清醒，没得人佛，所以这题是选3，没得人佛。因此，我们在听对话理解的时候，就是要听出里面的关键词，听出他们是在讨论什么事情，为什么会是这样子，然后他们是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。